鬥車就係咁，喺 T2 spin 咗之後，望部車冇乜嘢就急起直追。好消息嘅係車群未走得太遠，希望追翻幾個位搶翻啲分翻嚟。而家我積分榜排第6位57分 ，J.K 同我同分第5位，第4係 Felix 62分，阿 Ron 65分喺第3位，佢細佬 Tony 68分第2位，而榜首係72分嘅 Joseph， 計埋今站得分最後2次得分機會，所以如果想追今年排名真係1分都不能少。嚟到第2圈 T2 出彎，終於見到車群尾燈，喺 T3、T4 都分別有車手發生意外，把握住賽事嘅混亂上升到 P9， 喺 T11 出彎過咗鐵路專家 Douglas 順利追翻上 P8， 再喺 Lap 4 T1 過埋 Leo 之後，見到 J.K、Joseph 同埋 Matthew 已經準備開氣，咁即係機會就嚟啦飛雲。Joseph 率先喺 T2 內線發動攻勢 ，Matthew 不慌不忙喺 T3、T4 成功守住內線，我見 T4 內線有空間進攻 J.K， 結果成功過車上升至 P6， 為今場4人混戰拉開序幕。第6圈 Matthew 同 Joseph 喺 T4 走防守線影響出彎速度，另外有機會緊貼 Joseph 車尾喺 T6 內線完成爬頭 ，Matthew 繼續國防部長上身緊守內線，我去到 T4 推外少少嚟個 switchback， 但同時 Joseph 亦從後方抽入內線進攻，有發生碰撞，但係雙方都禮貌表示一下繼續比賽。去到 T7 Joseph 再次發動攻勢，不過佢左頭碌上搏食草波咗去我度，再次發生碰撞。J.K 當然唔會放過黃金機會嚟秒插入，一下就追過我同 Joseph 上翻 P5， 唯有再揾機會。後圈再到 T8 J.K 走得太外，內線有進攻空間，去到 T11 尾彎先完成爬頭搶翻個第5位。去到 T4 我向 Matthew 發動攻勢平排出彎，不過 T5 係一個長右彎外檔難以過車，所以我決定控制佢活動範圍，收窄佢入彎角度。到 T6 先拉翻出少少抽入內線成功爬頭，而同時 Joseph 喺 T4 超越 J.K 上翻 P6， 喺 T11 出彎之後同 Matthew side by side 進入最後一圈，一路鬥足成個人去到最後 T11 平排出彎 ，J.K 緊接 Joseph 食盡尾流，最後 Joseph 贏一個小腿位 P5 衝線 ，Matthew P6 J.K P7， 我就 P4 完賽。最後因為頭車兩位車手有違規事項，極運登上 P2。你知唔知呢個除呢個話事？你知唔知呢個除呢個話事？我同你講，後面嗰個係咩嚟㗎？係咩？係咩？我知錯啦。啊！咁咪唔會炒咯。鬥車就係咁，唔好揀菜嚟飲，下次識得飲嘢。唔該晒。唔好亂咁揀嘢。